数数啊！对呀，手势胜利啊！谢谢啊。哎，妍希你来了，我今天情况蛮好的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妍希来了，这个客户是谁？是啊，加油！好嘞，妍希电说好了。谢谢小叔。妍希，嗨，哎，妍希，来，你记住啊！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快点。妍希，你又来看阿姨啦？对呀。哎，妍希，这边饭已经放好了，准备洗澡呢。我来就好啊，谢谢。妈，你睡醒了没有？张小今天给你做的是什么汤？当当当当，猪肚汤，高不高兴啊？妈妈，你是大懒虫啊！妈妈，今天打工的那家店老板给我涨了工资，觉得我表现特别的好，以后呢我就有更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好久都没看过妈妈了。她不是一直都那样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时候妈妈对你多好啊，现在她生病了，你对她不管不问就算了，你还这么说她，她知道多难过。行了，我今天找你出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你这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婚礼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应结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给你们。啊！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呀，西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远长不大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成家立业，等少爷结了婚，有少夫人管着就会好起来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替你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？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。你现在脸不好，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，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？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城。我运气好，被顾老夫人选上了。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，婚事也许就会黄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我还要照顾妈妈呢。苏妍希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妈妈醒过来吗？如果你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把妈妈带走，就给她治病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现在有种新型的治疗方法，能够唤醒植物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人在江湖飘啊，谁能不爱到啊？
套路，敬套路一杯。来。你真的会带妈妈去看病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妈妈呀。只要你能够答应替我结婚，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带她去看病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这段时间照顾好妈妈。没问题。不过你也得跟我约法三章。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在顾家期间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；第二，不能跟顾西城假戏真做；第三，只要我回来，立刻调换回来。你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不下，我只是想让妈妈早点醒过来。希望你能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何锦熙。